来看，即摆真欠人，餐饮业大小月拢提早来收单，也则是规期来休困。像即个台南府城生意热扑扑的现行的鸡卵糕，最近逐工拢安尼哦，叫30箱的鸡卵，但是敢若来18箱，只好甲消费者讲歹势，卖了就早早来收单。另外，伫个国华街真出名的排队的小食面米粿吼，参迄个卵调起到15块，也是无法度来解决掉这个欠卵的问题。规气都已经仔日开始休困3天。来，你看你要大地细地。拄烘出来鸡卵糕，香讲香，民众就算排队嘛要买。可以吗？店家日前，小姐问，就是这味伫咧海外名声透惊城，不过想要做出这么好食现行的鸡卵糕，就要卡真侪粒的鸡卵。伫咧即马欠卵的老板的生意真正是做袂落去啊！那这样应该会外面很多蛋糕店都会买得到。一颗10块变成20块、30块。哦，实在太贵了，就对了，没办法。本来每天差不多30箱啊，像今天只剩下18箱，叫蛋的产量可能至少少了1/3以上。你做到没有蛋，可能就要提早下班。最近欠卵的危机哪来那严重？店家就先来调整做生意时间，不过伊嘛烦恼订单收济会做袂出来。另外受到影响的，还有这间有名的在地店面。卵新鲜的米粿伫咧煎台顶煎甲赤，加卡一粒卵，滋味可较赞。出来个叫大门酒接，这间伫咧国华街米粿为顶个月25号开始，价卵为10块起到15块，业者嘛是挡袂掉，规期大广告，为今仔日开始小连续休3天。有时候会不够淡，但是价钱很高。本来是有客人要加，就特别要多加蛋，很多没有，都只是供应1个蛋而已。我们尽量啊，如果真的没办法也没办法，反正就是一天衰一天啊。真侪做食的拢需要鸡卵，不过即马欠卵欠干呢，业者敢会当看书办书，行一步算一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